拉姆納拉揚拉姆。這種原始的聲音對身體能量場有着極其強大的影響，從海底輪到頂輪的7個脈輪都會被激活，因為位於脈輪根部的蛇通過中脈逐漸被喚醒，這條蛇隨着笛聲起舞，聲音與原始之音從海底輪出發，在頂輪綻放開來。那種狀態即是智慧，那種狀態是純正的，那種狀態是永恆的旋律。當你領悟那旋律時，你就會與所有人相連。那時你有時會變為空氣，有時會變成火焰，有時又化為大地。你內在具有融合的潛能。從童年開始，我便挨家挨戶傳播這顆種子。我是播種者，我不是來成為神的，也不是來獲取學位和文憑的。我只是作為一個平凡的播種者而來。願原始之音覺醒，願海底輪的旋律甦醒，願頂輪的綻放被見證。除了心的奉獻，不需要任何費用或供養。我希望喚醒那偉大音樂中的偉大之聲。我帶着這音樂嚟到你面前，並盡我所能只為喚醒你對這音樂的覺知。